左回轉魔龍既可使出吸收模式，又可變身攻擊模式，越戰越強，幻化出魔龍嘅超攻擊能力。爆旋陀螺鋼鐵戰魂 4D 毀滅魔龍潛行出動。新嘅星星碎片正逐漸接近，究竟呢個係爆旋陀螺新時代嘅開端，定抑或係黑暗時代來臨嘅預兆呢？呢一個係講述一班傳說中嘅陀螺手為咗阻止復仇者復活而奮勇作戰，從大災難中拯救世界嘅故事。3、2、1 Go Shoot！ 爆發勇氣的心，來對戰我更興奮，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 Beyblade， 如烈火 Blader， 旋轉勁碰全要命中，如勝利8萬人認同，強勢撞碰雷雨電腦來證實這生每分鐘。3、2、1 Go Shoot Fight， 如絕世超越無限期，無敵追擊這場所，分享這結果。如爆發勇氣的心，來對戰我更興奮，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 Beyblade， 如爆發勇氣的心，來對戰我更興奮，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 如作戰偶有偏差，還要看我這必殺，來戰勝看對方失格 Metal Fight Beyblade。 睇唔到嘅陀螺手，話咁快，陀螺之星島已經係夜晚啦。只不過各位參賽陀螺手嘅激烈對戰，1秒都冇停止過喎，好緊張啊！到底最後攞到大賽冠軍嘅會係邊一位選手啊？咁多位，我哋想決一勝負！3、2、1 Go Shoot！ 咁樣嘅，居然一招就打敗我哋！但係啲攻擊喺邊度嚟㗎？係邊個？快啲出嚟啊！快啲啊！第一個到嘅一定係我。咁嘅，冇陀螺手嘅，係邊個？快啲出嚟！唔出嚟就算數啦，我哋打敗佢咪得啦！Go Shoot！ 呢邊啊！就爬到山頂啦！哦，睇下，係摩托像啊！睇嚟呢一度應該係一個 checkpoint 嚟喎。照情況睇嚟，我哋第一組嚟到㗎。想唔想對戰啊，托比？冇問題啊，思奧，我求之不得。橫掂到最後，我哋都要決一勝負㗎啦。可以繼續前進嘅只得一個人。唔好意思啦，我要留低你喺度走先啊！邊個留低邊個啊？我係絕對唔會讓路俾你㗎。決勝負啦，思奧。 3、2、1 Go！ 邊個？係邊度嚟㗎？我從來都冇見過咁樣嘅陀螺㗎。呢個場地嘅地面凹凸不平，佢竟然會旋轉得咁穩定嘅。我唔知你係何方神聖，總之你唔好阻住我同托比對戰。上啦，螺旋狐狸！螺旋天鴿。點啊？有我同托比一齊合作攻擊，你係走唔甩㗎。我哋上啦，思奧。好，我哋嚟啦！
咁樣嘅我哋嘅合作攻擊竟然冇效嘅？合作攻擊都對佢起唔到作用，呢個到底係咩陀螺嚟㗎？嗰啲係嚇托比 C.O. 你哋振作啲啊！你哋點啊？到底係邊個打傷你哋㗎？係正宗啊！咩話？你話唔知道自己俾咩人打敗嘅？係啊，當時我同托比打算對戰嘅，突然間有個陀螺飛過嚟喎。根本就見唔到係邊個控制佢。但係佢竟然可以同時打敗你哋兩個喎，即係一啲都唔簡單啊！雖然唔忿氣，但係呢個陀螺手嘅實力真係好強。本來仲打算我哋三個喺最後決賽對戰，真係好對唔住啊，正宗。使乜對唔住喎？既然係咁，就由我打敗呢個人，幫你哋兩個報翻一戰之仇啦！跟住落嚟，當然係由我打到去最後決賽，然後打敗對手攞冠軍翻嚟咧。不過咁喎，嗰道門而家已經用唔到啦，因為呢個 checkpoint 已經俾嗰個陀螺手用咗，所以要揾個第二條路。正宗你要快啲啊！再咁慢吞吞嘅話，就可能趕唔切㗎啦。係喎，絕對唔可以咁樣㗎！我行先啦，你要加油啊，正宗！食管放心交俾我啦，number one一定係我國谷正宗嘅。好啦，陀螺之星島大賽終於進入最激烈嘅時刻啦！領先嘅參賽者已經逐漸接近決賽嘅場地，究竟邊個最快嚟到咧？你唔好阻住啊！精彩嘅對戰一場接住一場，大家嘅目標都係上到山頂進行決賽啊！最快上到山頂嘅選手先有資格爭取冠軍。哦，係 checkpoint 啊！咪住，呢度唔係山頂嚟咩？唔通呢一度就係今次大賽決賽嘅場地嚟？咁即係話我係第一個嚟到嘅。哇！喺決賽嘅對戰盤上面，終於都出現咗第一位選手啊！佢就係國谷正宗選手啊！犀利啊，正宗！好啦，下一位上嚟嘅選手就係同正宗選手爭冠軍嘅人，到底係邊個咧？我嘅對手係邊個咧？係銀河啊，定係龍牙咧？定抑或係阿 King 咧？你快啲出現啦！我真係好心急啊！太慢啦！你係咩人啊？估唔到啊！原來喺正宗選手嚟到之前，就已經有人喺山頂度等緊啦！呢個陀螺手係何方神聖啊？點會咁噶？佢幾時到噶？你到底係乜嘢人啊？你理得我啊？準備啊！我偏偏就要知啊！同人對戰之前應該要自我介紹噶，咁樣先至叫有禮貌噶。你呢個人十足十馬騮一樣。嚟啦，我哋開始。我知道啦，原來打低托比同埋斯奧嘅人就係你。估唔到會喺決賽呢一度見到你啊吓，幾得意啊！既然係咁，我就破例唔問你係邊一個啦，因為我一定會將你徹底打敗，幫托比同埋斯奧報翻一戰之仇嘅。開始啦，鬼鬼祟祟嘅人。嚟啦，馬騮。你話咩話 ？3、2。你哋兩個等一陣先啊！呢一場咁重要嘅對戰，梗係要俾觀眾睇清楚戰況先得㗎啦！咁多位向住山頂進發嘅參賽者，聽唔聽到啊？你哋要留意啦！喵！呢個時候有兩位選手已經到咗山頂，所以能夠參加今次決賽嘅參賽者就係佢哋啦！太可惡啦！我竟然慢咗一步添。所以所有對戰都會結束。而家喺 checkpoint 度，所有嘅門都會即刻為你哋打開。唔知正宗覺唔覺得上決賽咧？陀螺之星島大賽嘅決賽，如果你想目擊呢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就要快啲跑上山頂啦！好啦，我哋都出發啦！呢場決賽唔使幾耐就會正式開始。真係麻煩啊！但係對我嚟講，咁就啱晒我嘅心意啦！我要喺佢哋面前證明俾佢哋睇，最後一個傳說中嘅陀螺手就係我，number one 嘅國谷正宗。
你就一於乖乖地喺度俾我打敗啦！傳說中嘅陀螺手，陀螺之星島大賽喺眾多參賽者之中突破重重難關，而最短嘅時間到達山頂嘅人就係佢哋。呢兩位就係決賽嘅選手啦。首先第一位就係參加過好多大賽、戰績非常之標炳、出身於岩北訓練場嘅國谷正宗選手。你要加油啊，正宗！既然嚟到決賽，就一定要攞到冠軍啊！正宗真係成功入到決賽啊！冇錯係啊，今次佢唔係得把口，真係得咗啊！佢嘅對手就係神不知鬼不覺咁通過晒咁多個車關，由第一個到達山頂嘅人，冇對手見過佢真面目嘅機師選手。佢係一位非常之神秘嘅選手，你根本查唔到佢之前任何一對戰記錄。不過咁都唔出奇啊！機師選手佢唔屬於任何隊伍，而係一個會不停改變所屬隊伍嘅僱傭陀螺手。乜嘢係僱傭陀螺手？我哋都有聽過僱傭陀螺手嘅傳聞。佢哋會聽僱主嘅指示，喺指定嘅條件同埋時間同特定嘅對手對戰。總之無論如何都要贏。原來係咁啊！呢一場大賽嘅特點就係唔知道會係咩時候、咩地點遇到咩對手，所以啱晒佢哋啊！對於僱傭陀螺手嚟講，冇一個地方會比呢一度更加適合佢哋進行嚴格嘅實戰訓練。哇！睇嚟正宗嘅對手好有趣咁喎！有咩咁有趣啊？就係因為佢哋想喺度進行訓練，所以扭曲晒成個大賽嘅原意同埋賽果啊！但係事實上，呢一個人的確比其他選手更快到達山頂。單憑呢一點就可以證明到呢個人嘅實力係絕對唔可以輕視。希望係啦，如果唔係就麻煩啦。因為我哋之所以會參加呢一次嘅大賽，都係希望正宗喺對戰中覺醒啫。哦，咁又係喎，對手越強就越有可能令星星碎片覺醒。好，上啦，正宗，打低佢啊！然後證明自己就係傳說中嘅陀螺手。咁梗係，你放心啦。咁嘅對手，我一定會用閃電獨角極速打敗佢，成為傳說中嘅陀螺手嘅。你哋睇實啦！哼，真係場無聊嘅對戰。你唔使走得咁快。嗰個叫國谷正宗嘅細路手上拎住個陀螺係麒麟座嘅陀螺，麒麟座係冬季嘅星座嚟嘅，所以我覺得我哋有必要留低睇呢場對戰。好啦，等咗咁耐，佢哋嘅對戰終於都正式開始啦！唔知最後可以企喺陀螺之星島頂端嘅王者，會係正宗選手定係機師選手啊？呢層仲使問嘅，咁啊梗係我啦！希望你呢個鬼鬼祟祟嘅人啊，能夠令我對戰得開心啲啦！哼，你要認咧就而家認飽佢啦，陣間冇機會噶啦。我一定會打到你冇聲出，你睇住嚟啦！我會用我嘅幽靈獵戶 BD 打敗你。喵喵！咁多位等陣先啊！獵戶座都係冬季星座嚟噶。正宗嘅閃電獨角同機師嘅幽靈獵戶，決賽度竟然有兩個冬季星座陀螺。點會咁巧俾佢哋兩個遇到㗎？係偶然？呢一次真係單純嘅偶然。我哋開始啦，機師！係咁好啦，陀螺之星島大賽最終決賽開始，係啦 ，3、2、1，Go！ 上啦，閃電獨角！我哋上啦，幽靈獵戶！繼續啦，唔好俾佢停啊！閃電獨角，連續攻擊模式。一開始就好激烈啦！閃電獨角馬上就向幽靈獵戶使出連續攻擊。好嘢，做得好啊！好嘢啊，正宗，繼續攻擊佢啊！咁嘅，另一邊，咁嘅，點解冇效嘅？可惡啊！我哋要繼續上啦，閃電獨角！難以置信啊！面對住閃電獨角不停咁攻擊，幽靈獵戶竟然喐都唔喐，睇嚟仲好穩定添啊！閃電獨角嘅攻擊竟然對佢一啲用都冇。點會咁㗎？冇可能㗎喎！喂，你呢個蠢材到底喺度做咩啊？出多啲力繼續攻擊啊！記住你同我對戰嗰陣嘅氣勢，不停咁向佢攻擊啊！我知點做啊！人哋根本都未認真對戰，你收埋把口睇嘢啦！閃電獨角！閃電獨角離開咗對手，佢上咗去對戰盤邊緣，然後再向幽靈獵戶攻擊啊！攻擊！攻擊！攻擊！嘿，咁樣嘅，咪同我講笑啦！
佢明明應接咗好多次正宗嘅正面攻擊，但幽靈獵戶速度一啲都冇減弱到喎。到底點解會咁樣㗎？幽靈獵戶 BD， 我諗呢個陀螺入面一定係隱藏住啲咩秘密㗎。可惡啊！點解冇效嘅？可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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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用嚟用去都係得嗰一招，你話咩話？咁你都睇唔出咩？唔理你嘅陀螺點樣攻擊都好，根本就完全起唔到作用。我咪喺度諗緊對策咯。咁嘅係走豬啤靈，就豬啤靈係咩嚟㗎？原來呢個幽靈獵戶底盤入面配有走豬啤靈，喺轉動緊嘅軸心入面嘅啤靈，完全唔會受外來嘅衝擊所影響，所以就算被連續攻擊，都會一直咁轉。轉動緊嘅幽靈獵戶就好似處於零摩擦力嘅狀態，同對手對戰。零摩擦力嘅狀態？係啊，所以幽靈獵戶 BD 呢個名當中嘅 BD 就係指佢裏面嘅啤靈。我唔明白，就算係零摩擦力咁乜點啊？喺對戰入邊，陀螺之所以會減速同埋用盡力量，就係因為受到第二個陀螺嘅撞擊，又或者係行動嘅時候底盤同場地之間所產生嘅摩擦力而引致㗎。如果呢個陀螺一直處於零摩擦力嘅狀態嘅話，就即係當幽靈獵戶開始轉動，就會一直維持轉動，永遠都唔會停落嚟。你話咩話？點會有啲咁嘅事㗎？但係而家幽靈獵戶嘅回轉速度，真係同開始嗰陣一樣冇減慢到喎。再係咁落去，閃電獨角一定會用晒力量先，然後一停低就會輸㗎。哎呀，咁樣場對戰會好無聊㗎。喂，正宗啊，你諗下辦法啦。你講就容易咯，叫人點樣諗先得㗎？知道嘛？我喺受僱嗰陣參加過好多次對戰，嗯，只不過嗰啲對戰並唔一定係喺 WBBA 公認嘅場地所舉行，咩地方都有可能。有陣時會喺冰凍嘅雪地，有時會喺灼熱嘅沙漠。喺各種唔同嘅地方對戰之後，我學到一樣嘢，就係底盤嘅重要性。唔理喺咩情況，喺咩地質嘅場地，都絕對唔會咁易停低嘅底盤。只要有咗呢樣嘢，我就絕對唔會輸，仲可以等到對手力量變弱嗰陣，使出致命一擊。呢一個就係我嘅戰鬥策略嚟啊！閃電獨角！哇！呢個時候幽靈獵戶突然間轉守為攻啊！佢一口氣壓制住閃電獨角啊！點會㗎？閃電獨角喺力量上會輸俾佢？乜佢嗰個唔係持久型嘅陀螺嚟嘅咩？幽靈獵戶係利用緊由重心向外所產生嘅離心力㗎。唔止咁，透明飛輪上面凸起嘅部分，仲可以喺攻擊嗰陣嚴重咁傷害對手。幽靈獵戶唔只有用唔盡嘅力量，本身仲有非常強大嘅攻擊力㗎。點會㗎？正秀加油！你喺度做緊乜嘢啊？咁難得對方開始攻擊，你就應該迎擊對方。你講就容易啫，而且你都見啦，正宗嘅攻擊根本就完全起唔到作用。咁你叫佢點做喎？就算係咁啊，都一定要繼續攻擊㗎，攻擊攻擊不停攻擊啦！呢一場係屬於你嘅對戰嚟㗎，打低佢啦，正宗！你唔係要做傳說中嘅陀螺手嘅咩？既然係咁，你到最後一刻你都唔可以放棄㗎。乜而家有人話要放棄咩？如果正面攻擊對佢起唔到作用嘅，閃電獨角，你又接唔接到呢一招啊？啊！做得好啊！如果將對手打上半空嘅話，就唔使再理啲咩摩擦力啦。做得好好啊，正宗，繼續啦！睇住嚟啦！我的確係得嗰一招啊，咁又點啊？因為我仲有佢，靠你啦，閃電獨角！上啦！必殺絕技，雷光一閃！好犀利啊！閃電獨角必殺傳奇喺天空爆發出強勁嘅電光啊！分唔分到勝負咧？好嘢啊！收拾佢！打低佢啦！哦，佢嘅力量好強啊！不過無論係咩對手，我都唔可以輸嘅，絕對唔可以喺呢度輸俾佢。如果我今次輸咗嘅話，我就唔可以再生存喺呢個世界上㗎啦！發生咩事啊？唔理喺咩地方，
喺咩條件之下我都要贏啊！唔好睇笑我啊！幽靈獵戶竟然抵擋到閃電獨角嘅必殺傳技！幽靈獵戶嘅金屬輪盤發生變化。咩話？喺對戰入邊，佢嘅陀螺出現變化，唔通呢個人就係咁樣嘅？我感覺到身體裏邊有股強大嘅力量湧緊上嚟，呢種不斷膨脹嘅力量係咩嚟嘅？冇嘢，呢種力量好犀利啊！嗰個係獵戶座。我哋一齊上啦！幽靈獵戶！必殺傳技，巴勒德群！今次弊啦，閃電獨角！最後一個四季陀螺戰士就係冬季陀螺戰士，而呢個冬季陀螺戰士，佢所擁有嘅並唔係麒麟座嘅陀螺。點會㗎？傳說中嘅陀螺手係機師。夢はまだ始まってもないようにつまずいてる場合じゃない悔しさが作り出す My way この先何が待っているかなんて誰も分かりはしないけど踏み出す一歩